主內平安。咁神俾我機會再嚟到恩泉華人教會裏邊咧，同大家一齊崇拜唱詩讚美神啊！時間過得好快啊！即係上個月嚟，我仲啱啱新學期開始，我仲問大家啲家長係咪好忙咁吓？今次又 turn back 啦，已經真係時間過得好快。上次我問緊嗰啲姊妹開始攞啲即係冬天衫出嚟換季未啊？嗰啲弟兄有冇 check 個 boiler 睇下用唔用得啦？真係要做過呢兩樣嘢。如果唔係天氣又凍咗好多又要開暖爐。咁大家保重身體即係特別長輩朋友啦，即係出街着多件衫最好咧有啲即係啲帽嗰啲遮一遮。如果大風嗰陣時遮一遮有啲人話最好咧有條頸巾即係專家話咧有條頸巾咧，即係好似着多件衫咁噶啦咁冬天都嚟緊，希望大家都小心啦，保重身體我哋一齊祈禱。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去敬拜，多謝你嘅愛賜俾我哋生命嘅一切，有供應我哋生活上面各樣嘅需要。呢刻我哋安靜嚟到你面前，聆聽你嘅說話，求你打開天上嘅門，賜下真光，光照我哋，使我哋認識你嘅真理，行出你嘅心意。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有一個說話佢話，與君一席話係點勝過10年書咁係嘛？有咩人咁犀利即係同佢食一餐飯傾下偈，哇！犀利到咧，即係讀咗10年書咁除非你唔讀書嘅啫。而家10年書好多噶啦有咩人咁犀利你心目中有冇一啲咁嘅人我知不過一定唔係葉遠昌美國一個人咧好出名嘅，每年咧好多人咧係排住隊打崩頭咧，即係要同佢食一餐飯，午餐仲要咧喺 eBay 上面咧去競投，價高者得。知唔知邊個股神巴菲特佢由2000年開始咧，佢將自己一個午餐嘅時間咧拎出嚟去拍賣，邊個咧出到最高嘅價錢咧，就可以同佢一齊咧食嗰餐飯。而佢將得翻嚟嘅錢咧，佢開咗一個慈善嘅基金，去幫助啲貧窮嘅國家，去提供食物為有需要嘅人、醫療藥物，做一啲嘅就業訓練，幫助啲地方咧能夠可以去滅貧幾有意思。2022年嗰次咧係最後一次因為佢退休嘅聽講咧係有6個人咧去競投嗰次，經過10個價錢即係大家 bid 噶嘛，10次，最尾一個咧成功投得，知唔知幾多錢？1900萬018美金，即係港紙咧係1億4820萬0780蚊。如果去一次日本旅行係3萬蚊啦，慳慳地又夠去4940次。哇，真係都好犀利，好難想象即係有人可以拎咁多錢出嚟同阿北山食一個午餐，為咩咧？聽講咧，佢哋係食牛扒嘅即係喺紐約曼克頓咧有一間好出名嘅扒房，喺嗰度食一個午餐不過拎得起咁嘅價錢出嚟同阿北山食個午餐，一定志不在嗰份牛扒啦同股神食飯2個鐘。點都會問一問佢，請教佢啲投資嘅心得，問下佢，喂，嚟緊1年5年10年，世界經濟嗰個走勢點樣最好北山能夠即係清楚指點佢一下，有邊啲投資項目值得去投資，最少都賺得翻嗰餐午餐啦，1900萬018蚊美金即係唔回翻本咁點得咁如果北山只係同佢講，喂，你出得起咁嘅錢同我食個午餐，你嘅錢應該都已經使唔晒嘅。有冇聽過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小心貪字變個貧你不如將你身家一半捐埋出嚟，去做啲慈善，幫下窮人啦，施比受更為有福。你估個人咁樣聽完有咩反應
唔係啊嘛，即係可能真係笑住同阿北山講：你傻啊！即係我想嚟請教你，幫我搵錢喎，你教我捐錢，錢邊度會有人嫌多噶？即係你搵夠啫，我未夠啊嘛吓！話呢餐飯唔該你回水添喎，即係佢唔係諗住咁噶嘛。第一啲咧，即係好愛錢嘅人咧，即係忠言逆耳吓，即係簡直揞耳添啊！耶穌咧，今日段經文都係，一開始嘅時候咧，耶穌都俾人笑吓，有一班嘅法利賽人嗤笑佢吓。原來好特別嘅，聖經都講到話，法利賽人係貪愛錢財啊，跟我呢個版本啦吓，佢哋笑耶穌啊，聽到耶穌講咗啲說話之後咧，就笑耶穌。平時我哋識嘅法利賽人係點噶？即係宗教嘅領袖嚟噶嘛，即係教人遵守律法啊。原來呢度我哋睇到另外一面，係貪愛錢財。耶穌講咗啲乜嘢咧？吓，令佢哋聽完之後咧，聽咗呢啲說話之後，就嗤笑耶穌。大家記唔記得我上次講到啊？不義嘅管家，一個比喻啊。耶穌係教啲門徒唔好浪費金錢，要去學不義嘅管家。主人就嚟炒佢嘅，佢好聰明，識得用錢咧去換一啲嘅關係。佢嗌啲債仔嚟改咗每個債仔嗰個欠單，減少咧佢哋欠嘅錢。到第二日個主人炒咗佢咧，每個債仔都請佢去屋企咧食飯，都夠生活喎。大家記唔記得？佢同班債仔咧去結交佢哋做朋友，啲錢原來可以咁樣去用。今日經文其實係一個連續嘅裏邊嘅，係由路加福音第16章1節嗰度開始一路延伸，經過咗一個失嘅比喻啦，一個不義管家嘅比喻，然後到今日財主拉撒路嘅比喻，係連續噶。經文好似好長嘅，如果你睇聖經咧吓，好似好長噶，但其實只係一餐飯嘅時間嚟嘅啫。耶穌係喺一個場合裏邊食緊餐飯，一路落嚟就講咗呢個比喻。其實未完噶，仲有第四個比喻，我下一次咧先至會講下。我哋快鏡去重溫一下呢啲片段啦。咁路加福音16章1至2節，眾稅吏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法利賽人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當時耶穌係同一班罪人啊，即係法利賽人眼中嘅罪人咧去食飯吓。罪人唔一定犯咗法啊，如果犯咗法就拉咗坐監啦吓。法利賽人眼中嘅罪人係一啲唔聖潔嘅人，大麻風啊、病啊、一啲窮啊、稅吏啊、社會邊緣嘅人，佢哋都睇成咧神好似唔祝福佢哋，神咧係佢哋唔合神心意。法利賽人鄙視佢哋，唔同佢哋一齊來往，覺得耶穌都唔應該接觸佢哋，同佢哋食飯嘅。法利賽人拒絕佢哋，原來唔單單係一個宗教上面嘅原因，佢哋唔聖潔。原來仲有一個原因，作者路加揭穿咗，佢哋係貪錢嘅。法利賽人咧，佢哋唔係個社會裏邊最有錢嗰批啊，最有錢嗰啲咧未必係貪嘅，佢哋不過可能係好有野心，要繼續揾多啲競爭。但係有啲咧唔係好有錢嘅人咧，佢反而會好貪。佢想有人尊敬自己，有呢個身份吓，表示自己咧都有一啲嘅地位，因為社會上基本係咁噶嘛，即係有錢嘅人咧受人尊重。法利賽人就係呢一批，唔係最有錢，但係佢哋都會貪。佢哋唔接近嗰班窮人，就係怕黐埋去嘅時候，影低咗自己嘅身價。所以耶穌咧用咗失嘅比喻去回佢哋啊，即係佢哋議論佢嘛。耶穌就講咗失嘅比喻，大家應該都好記得噶。有牧羊人有100隻羊，唔見咗一隻，要去揾嘅。個婦人有10塊錢，唔見咗一塊，又係要揾嘅。個父親有2個兒子，大兒子咧好嬲個細佬，唔肯入屋企。個父親去揾啊，父親去揾大兒子去開解佢。因為父親
係怕失去咗呢個大兒子。大家應該都知道，大兒子其實係講緊法利賽人。耶穌要講嘅係關係比金錢係更重要。小兒子敗咗爸爸嘅身家，咁啊翻嚟，阿爸見到佢翻嚟，又攬又錫嘅，又叫人咧去劏牛，去劏隻羊去慶祝。小兒子敗咗個錢咧，喺阿爸心目中算啦，由得佢。最緊要個仔翻嚟，因為阿爸睇關係比金錢更重要。大兒子咧，佢覺得個細佬咁衰嘅，翻嚟即係冇理由俾佢翻嚟，因為佢睇金錢比關係更重要。呢個就係法利賽人嘅心態，佢哋睇啲錢緊要過嗰班同耶穌食飯嘅人。佢哋係宗教領袖，唔係應該努力啲去提醒翻自己嘅同胞，要去愛神悔改，離開罪，回轉歸向神嗰度咩？點解反而同佢哋要疏遠，連耶穌同佢哋食飯都覺得唔應該啊？原來講到尾就係錢。法利賽人貪錢，佢哋想向上爬，梗係不屑去同呢一啲嘅社會嘅邊緣嘅人、低層嘅人來往。法利賽人佢唔明白神嘅心意，神連去愛呢一班嘅人，包括啲窮人、罪嘅人，就好似大兒子唔明白個父親點解肯咁樣去愛小兒子，因為法利賽人同大兒子都係一樣，喺金錢比關係更重要。跟住耶穌趁一個咁好嘅機會啊，講開咗個話題，講錢噶嘛，梗係要教埋啲門徒，叫佢哋學咗一個好嘅管家，等啲門徒都能夠好好嘅管理自己嘅金錢。錢緊唔緊要啊？錢緊要嘅，係要學點樣用嘅。聖經有冇教人點樣用錢嘅咧？都有嘅吓，其實有嘅，呢度係其中一道嚟嘅。耶穌教門徒要學嗰個不義嘅管家，咁樣去用錢，係將錢投資喺人嘅身上邊嘅。錢唔係淨係攞嚟儲嘅吓，我哋即係儲啊，要識得用。不義管家佢嘅聰明，佢知道自己就嚟俾主人炒啊，就叫啲債主一個一個嚟改欠單啊嘛，減少個數目啊嘛，目的到一日佢俾人炒嘅時候都唔使驚，因為已經結識咗一班債仔啊，同佢哋做咗朋友。債仔將來會報答佢哋，每人輪流請佢食飯，去屋企啊，都夠生活。呢一種就係用金錢去賺取朋友啊，或者換取朋友，係絕頂嘅聰明。耶穌想班門徒都願意用金錢去幫啲窮人，同佢哋做朋友，將來得到嘅回報先至係最大。因為將來嘅回報係喺天上面，喺永恆裏邊。如果我哋都學到，又真心相信有永恆啦，又願意用啲錢去幫窮人，呢個係一個聰明嘅投資。經文佢話：到咗錢財無用嘅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嘅帳幕去，日日即係去報答你，請你食飯。耶穌呢一個教人理財嘅方法，犀利過巴菲特。與耶穌一席話，真係勝過10年書，亦都比1900萬零100蚊美金咧更加有價值。耶穌講完就係呢番說話，法利賽人個反應咧快過門徒，門徒都未有反應，法利賽人就有反應，不過係負面去笑耶穌，因為聽得出耶穌喺度講緊錢啊嘛，佢心諗耶穌咁窮，學咩人講錢啊？顧掂自己先啦，佢連瞓覺枕頭嘅地方都冇，聽佢講都傻嘅。耶穌原本係一個善意啊，一個善意對法利賽人提醒，希望我哋聽得明啦，明白神嘅心意啦，好好去為神工作啦，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啦。原本好善意，可惜法利賽人眼裏邊只係 S 2兩棟啊！
耶穌當時應該一定即係好激氣，又好痛心。佢哋係以色列人，係上帝嘅子民，仲係一啲宗教領袖，竟然變到認錢唔認人咁，見高嘅就即係尊敬，見低嘅就踩，又唔係按照摩西嘅律法、先知嘅教導去幫助啲貧窮嘅人，去寬容饒恕佢哋，淨係識得喺人面前去自稱為義。耶穌見到佢哋嗰一刻，我諗係好激氣，似咩咧？可能似啲父母見到個仔咧好爛賭嗰啲啊，正經嘅佢哋唔去做，成日就過大海，勸極都唔聽。真有啲咁嘅人嘅，越賭就越輸嘅呢啲人，越輸嘅又越去賭，鋪癮越大咧，賭咧又越大，輸晒啲錢就問屋企人借，再之後咧問親戚朋友借。你勸佢唔好再賭啦，即係同佢講下，即係賭錢邊度輪到你贏啊？佢會話翻你轉頭，係我手氣唔好啫，你睇住啊，我遲下會贏翻。跟住連大耳窿都借埋，之後大耳窿日日嚟屋企裏邊去追債，電話滋擾成個屋企人，恐嚇好多嘢。我牧會嘅時候真係遇過咁嘅家庭，個仔好難賭，20歲出頭，好難搞。最後佢走咗佬，去咗邊度冇人知，父母都唔知去咗邊度，總之唔見咗，好心痛。對住呢啲嘅賭仔，如果你勸佢勸到冇得再勸嘅時候，會點？父母最後會講一啲說話，差唔多鬧佢咁嘅。你再係死性不改，你真係會害死自己。你唔好真係要等到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啊！好絕㗎。聽唔聽到裏邊講咗好多個死字，死死聲啊，棺材都出埋，都唔改。耶穌一樣啊，面對呢班法利賽人，佢最後講咗用個死嚟同佢哋講。你印象中耶穌講咗好多比喻噶嘛？有冇用死嚟講嘅？呢度就係一次，因為今次係對法利賽人最後嘅警告。頭先我哋即係讀嗰段經文，財主同埋拉撒路係一個死亡嘅故事，一個地獄嘅故事。因為佢就係向住一班哇，即係貪錢，喺度議論自己耶穌吓，即係議論佢，即係講又唔聽，又笑耶穌嘅人。耶穌最後用咗呢一個嘅財主同埋拉撒路嘅比喻，同佢哋講。講差啲，呢一個嘅比喻咧，耶穌好似係就緊呢一班法利賽人，你要死啦咁。係你識聽，你真係聽到耶穌好唔客氣。因為今次係最後嘅警告，如果法利賽人都唔聽，冇噶啦。耶穌都講，從此神嘅國、神國嘅福音傳開咗啦，但係佢哋咧冇份，將來只係好似後悔，好似個財主嘅結局咁，後悔。睇嘅時候咧，我哋要小心啲啊！即係裏面睇到講到財主死咗之後，下到陰間啊！好多人對地獄咧特別有興趣嘅吓，猛去諗啊，地獄係點噶？哇，有火嘅，又有個陰，又有個深淵隔開嘅。以為耶穌喺度講緊係地獄啊，講緊審判嘅嘢吓，又將佢咧連到啟示錄啊，火湖咁樣吓，諗好多呢啲吓。即係呢一種咧，係純粹讀者嘅興趣咁樣去睇聖經咧，多數都睇唔到個重點。睇耶穌嘅比喻好簡單啊，記得留意上下文，掌握到個主題就得噶啦。聽到呢度你應該好清楚啊，即係其實即係由失嘅比喻啊，不義管家嘅比喻啊，講緊嘅係錢，講嘅關係，講嘅係用錢去幫助啲窮人。拉撒路同財主同拉撒路嘅比喻都唔例外，都係講呢啲，而且好明顯嘅。
比喻之中咧有好多對比嘅吓。如果你記得嗰段經文啊，即係生同埋死啦吓，永恆同埋短暫嘅生命啦吓，天國一啲嘅福啦，同埋地上面嘅享樂。仲有一個咧同個名有關嘅，我留到後面一陣間先講下。而最明顯嘅當然就係財主同拉撒路，有錢同貧窮嘅一個嘅對比啦。我哋就由呢度開始。財主啊，有錢嘅吓，佢經文話佢着咩啊？紫色嘅袍啊，細麻衣嘅布啊，咁吓，大家都知啊。呢啲代表當時好尊貴，即係好名貴嘅衫啊。今日嚟講吓，着咩顏色嘅衫係代表名貴啊？金色啊、銀色、白色、黑色啊。而家可能唔係顏色㗎啦，而係咩牌子啊？心口呢嗰度咧多個標誌，多個字咧，或者啲包包嗰個扣裏邊咧，即係有個標誌啊，英文字嗰啲咧話貴10倍。仲有啲咧啲 crossover 嗰啲啊，即係同某啲設計師啊攬埋一齊限量版嗰啲咧，再炒高啲嘅可以。人靠衣裝，財主都係啊，即係上流嘅人衣着當然要最好啦吓。食咧，英文話佢天天奢華宴樂。係咪就係食 buffet 啊？日本放題、法國啲大餐啊？可能唔止啊，呢啲都唔係好奢華。有冇聽過嗰啲名人會所啊？入會嗰啲會籍咧都要6位數啊！未去過嗰啲啊，冇乜機會去。仲有啲嗰啲富人飯局啊、私房菜嗰啲吓，佢哋要求咧唔係食嗰啲嘢，佢哋係食廚師嘅手勢。啲材料唔使餐餐鮑魚嘅，即係未必最名貴，但係因為嗰啲食得多都流。最緊要嘅係嗰啲菜式啊，即係要好特別，味道好好，廚師發辦嘅。話呢啲就係有錢人嘅生活。拉撒路咧，一個字，窮，係一個求乞，即係要乞食嘅。着咩衫咧？經文冇講啊，可能冇着又唔定，可能係又爛又穿窿啊又舊嘅，淨係知道佢成身都生咗瘡，有啲狗嚟舐佢嗰啲傷口嗰啲瘡啊。食咧佢冇啖好食啦，要行乞嘅吓。有人將佢咧就即係放咗喺財主個門口裏邊。其實呢個好聰明嘅，係想幫佢嘅吓，即係乞食都識得去乞啦，即係揾住有錢嘅人家吓。即係廚餘都多啲啦，廚餘裏邊啲油水都好啲噶嘛吓。當時未有堅尼係數呢樣嘢啊，相對財主同埋拉撒路呢一個嘅貧富懸殊，堅尼係數一定高過香港0.397。英國知唔知幾多啊？0.373，數目咧低過香港少少吓。數目低代表個貧富懸殊咧，貧富懸殊咧係少啲，即係香港咧係嚴重過英國。不過呢兩個數字都係屬於中等偏高，係犀利嘅。跟住生同埋死嘅對比啦吓，財主死咗，安葬咗吓，拉撒路咧唔知冇啊，冇提到佢有冇安葬。死之後去嘅地方都有唔同嘅。今次拉撒路好啲啊，天使接咗佢去放喺亞伯拉罕嘅懷裏邊，得到安慰。財主咧下到陰間去受苦，有火焰吓，去求亞伯拉罕可憐佢啊，即係用啲手指尖舐，即係飲少水滴下涼下佢個舌頭啦吓。有時舌頭乾好辛苦啊，有時啲病患嗰啲人就好乾啊，又飲唔到嘅時候咧，俾少少去濕下，已經好舒服。財主就係得唔得咧？唔得嘅，因為原來有個深淵阻隔咗。呢啲係猶太人死亡嘅觀念，未必同我哋中國人啊。深淵我哋唔需要好考究吓，知道佢係分隔咗嘅意思就夠啦。亞伯拉罕
係以色列民族裏邊一個代表嚟嘅，即係神同佢立約，萬國要因佢得福。所以拉撒路喺亞伯拉罕個懷裏邊，代表住佢進入咗神嘅國、神嘅天國。財主下到陰間，代表佢入唔到天國，連個名都冇被紀念。所以呢個比喻之中，財主個名我哋係唔知。拉撒路一無所有，反而佢個名係俾神紀念。呢個比喻裏邊用咗一個運用咗名字啊，呢個運用咧好特別嘅，有名同冇名。所以如果你個名係俾神紀念咧，係好寶貴。好多人喺世上面咧，即係做好多好多嘢，就係為咗留名。但呢啲都係虛名啊，地上面嘅。喺永恆裏邊，當你冇份嘅時候就冇意思。我盼望大家個名字都被神紀念，將來我哋喺天家裏邊啊，一樣啊。我叫你個名啊，你又叫翻我名吓，大家仲係可以咁樣去，大家記得大家。當財主死咗啊，佢知道自己去唔到天國，呢個已經係一個既定嘅事實。佢諗起一件事係咩啊？佢記起自己仲有5個弟兄在生嘅，佢哋大概都係同財主一樣，應該都有錢嘅，但係唔係去真正認識神、遵守住神嘅律例嘅人。財主擔心呢5個弟兄將來嘅結局，話會同自己一樣啊，死咗落到陰間，即係嚟到一個咁痛苦嘅地方。佢記起佢哋，代表住佢愛家人，為家人着想。佢又再求亞伯拉罕叫阿拉撒路去佢個父家嗰度。財主以為乜嘢？財主以為拉撒路一個從死裏邊復活嘅人，哇！喺佢屋企人面前出現一個咁大嘅神蹟，5個弟兄見到啦，一定就會信啦，會認罪悔改啊，即係將來就可以進天國，唔使好似咁慘啊！可惜亞伯拉罕又講出一個事實。信唔係你個眼睇幾多吓，係你個心。就算一個人從死裏面復活，去到佢5個弟兄眼前面出現咧，同佢哋講，都唔一定佢哋係會聽會信嘅。因為5個弟兄，如果佢哋肯聽嘅時候，一早喺摩西嘅律法、喺先知書嘅裏邊嘅教導，佢哋已經聽到會去明白同埋信。而且施浸約翰都嚟埋啦，嗰陣時候。佢哋一樣係唔去聽，亦都冇信。而事實都係，耶穌係一個真正從死裏面復活嘅人啊嘛，都冇人信，都唔係人人信啊。耶穌透過財主要向法利賽人去講一樣嘢：錢幫唔到你入天國。呢個耶穌最後對佢哋嘅警告嚟嘅，希望佢哋能夠聽得明白。生命唔係單單只係錢，人唔應該只係為咗錢而活。有啲有錢嘅人窮得只有錢啊嘛，我哋咁講啊，因為錢真係好重要，話俾到佢快樂、有名譽、有地位，但死咗之後咧，錢係再冇用。如果人只係盲目嘅去追求好多錢啊，心裏邊唔認識神，結果入唔到天國。佢生前所有擁有嘅錢一啲都冇用，只係會後悔。當然佢哋心目中根本唔會去諗永生啦吓，死咗之後嘅事，即係佢都唔 care 嘅，佢淨係覺得眼前最緊要有錢最實際。但係如果真係有永生咧，佢哋輸晒，後悔都嚟唔切，因為進入天國係需要關係，唔係錢，要關係。如果今日我去你屋企啊，當我係唔認識你又唔識你屋企人嘅，我去撳門鐘，你媽媽啦吓，一個長輩啊，你應門，我話阿伯母，我想入你屋企喎，我好好人噶，我又有錢嘅吓，你開門俾我，佢會唔會開啊？
如果你會開，你翻屋企你話唔好開啊，你教翻佢啊，梗係唔開啦吓。但係如果係你咧，如果係你，而你又係一個咧，即係好心機做嘢又爛賭嘅人，你翻到屋企撳門鐘，你媽媽會唔會開門俾你？會，就算佢喺一邊鬧住你啊，你個衰仔又去賭啊，咁夜先翻，食飯未啊？咁一路鬧住你，一路都開門俾你入嘅喎。點解？因為你個仔你個女啊，你媽媽唔會開門俾我，因為佢同我冇關係。就算我幾有錢都又如何？你媽媽開門俾你，就算你幾衰啊、幾窮、幾糟糕都好，都開門俾你，因為你同佢有關係。入天國都係呢一樣，關係比金錢更重要。拉撒路死咗，天使將佢帶到去亞伯拉罕懷裏邊，好似我哋成日都講，主懷安息，因為神同佢有關係。財主死咗，埋葬咗，下到陰間，因為佢同神冇關係。財主最可惜嘅，知唔知係咩？佢冇不義管家咁聰明，佢唔識得用錢去結交朋友，去幫拉撒路。拉撒路喺佢門口裏邊，即係乞食啦吓。佢每日出出入入，一定見到佢，但佢冇同情佢啊，冇憐憫佢，冇施捨佢。結果財主死咗，得唔到不義管家嗰種嘅回報。到了錢財冇用嘅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嘅帳幕裏。如果佢曾經幫過拉撒路，拉撒路死咗喺即係天國裏邊，拉撒路係會接財主去永存嘅帳幕裏邊，唔知俾幾滴水佢，係會請佢食飯款待佢。大家睇唔睇到啊？財主同拉撒路個比喻，佢講嘅嘢同失嘅比喻啦，同不義管家嘅比喻咧，係好一致、好連貫嘅，一脈相承。大膽啲嘅講法就係、財主拉撒路個比喻係等於失嘅比喻，再加上不義管家嘅比喻。最重最重要嘅，佢叫人睇清楚地上面嘅金錢嘅價值係有限嘅，人死咗就會完嘅啦。猶太人有一個諺語嘅吓，諺語啊，猶太人嘅壽衣咧係唔會做袋嘅，諗唔諗得明啊？即係猶太人佢哋嘅諺語咧，即係壽衣係唔會做個袋嘅，因為係人死咗你袋唔到嘢走，所以要個袋嚟都冇用。但係關係咧，關係係有永恆嘅價值嘅。喺16章18節裏邊有一節好難解嘅經文，請弟兄幫我讀，唔知睇唔睇到啊？紅色嗰度，預備起。呢一句咧係全段嘅經文最難解，甚至係第15章、16章兩章裏邊最難解嘅一節。難解嘅唔係因為佢嗰個內容裏邊嘅即係講緊即係唔好休妻吓，其實一睇就明。問題係耶穌無端端喺呢一度對住一班法利賽人，對住自己嘅門徒，同一班社會邊緣嘅人食飯，即係討論緊錢嘅佢哋。即係點解突然間講一句休妻犯奸淫嘅說話咧？即係有咩意思？同上下文咧好似咧無厘拉更噶，而且只係得一句即係橫空咁樣插咗入去，又唔係法利賽人咧去問耶穌想試探佢。耶穌自己講呢一節經文係超難解，佢唔係嗰個內容，唔係個 what，係 why，點解佢會講一句咁嘅嘢？有冇人諗到啊？或者以前有冇人查經查過啊？
啊，如果你諗到咧，即係好聰明啊，即係俾個 like 你。記唔記得15、16章有個框架係講緊關係？要用呢個框架去睇呢一節經文咧，先至會明。夫妻係唔係關係？當然係啦。關係應該係點嘅咧？應該係延續到永恆。耶穌借呢個夫妻嘅關係去提醒法利賽人，佢哋對永恆係無知，佢哋以為休妻可以斷絕咗夫妻嘅關係，可以再娶一個都得。原來唔係。第一，要相信有永生，有相信有永恆先。人係真係有永恆。第二，人同人嘅關係係會延續到去永恆裏邊。法利賽人以為休咗妻啊嘛，可以斷絕關係，話再娶另外一個。耶穌話唔得，唔係咁，咁樣係犯奸淫。夫妻二人成為一體呢個關係，你以為休妻可以斷啊？即係你唔計數，神會幫你計。天地都要廢去，神嘅說話一句都唔可以廢。天地要廢去，關係都唔可以斷。婚姻之中，我哋成日強調啊，即係神所結合，人唔能夠分開，有聖經根據噶，唔係可以分開嘅。有啲長輩啊，啲夫妻嘅長輩啊，笑住講啊，啊唔知第日你去先好啲，定我去先好啲咧吓？唔知噶，對夫妻都唔。不過邊個先都唔緊要，最緊要將來喺永恆嘅裏邊，仲係繼續一齊。所以第18節，佢其實唔係講緊休妻，係借休妻去帶出關係係永恆。耶穌仍然係要去向法利賽人去提出去警惕佢哋啦，提醒佢哋，就好似父親去揾大兒子，記唔記得？耶穌都怕失去咗法利賽人，耶穌愛法利賽人，真係好似父親去揾大兒子。佢有啲嘢唔明，耶穌對呢班法利賽人都係盡量去解釋。耶穌愛佢哋，唔想佢哋失去咗佢哋，想佢哋明白，佢哋嘅眼光唔好咁短視，只係望住地上面嘅錢，要放眼去永恆，明白上帝嘅心意。神愛世人，去包括啲窮人、邊緣嘅人。其實舊約裏邊都有好多嘅律例，法利賽人應該好熟嘅，係要照顧窮嘅人嘅。啲田地到收成嘅時候啊，收割嘅時候，你一幅田4個角落頭，你唔可以割咗佢，係要留翻俾窮人嚟。你運送嘅途中啊，嗰啲穀物跌咗落地下嗰啲，你唔可以執，都係留翻俾啲窮人嚟執嘅。舊約好多呢啲教導。如果啲人哇，我好富足啊吓，我可唔可以幫多啲窮人嘅咧？喺舊約裏邊啊，我好有富足啊，我可唔可以幫多啲窮人咧？送啲嘢俾佢哋咧？當然得啦。頭先講緊嗰啲嘅律例啊，嗰啲嘅教導，只不過係一個最低嘅要求，係對窮人佢哋嘅生活最低嘅一個生活嘅保障，起碼佢哋都有少少可以維生。如果你能夠有愛心去幫助佢哋，送更多嘅嘢俾佢哋，俾更多嘅照顧佢哋，更加係神所期望，求之不得。神好願意佢嘅百姓係咁樣去幫助有需要嘅人。經文重複又重複提醒我哋都要慷慨一啲，慷慨一啲去幫助一啲窮困嘅人，特別嗰啲係生活喺好生活成本好高嘅地方。英國係嘅，出街好多時見到啲露宿者啊，喺街邊行乞嘅人好多，嘅感覺多過香港。有啲坐喺超市，即係側跟一啲地方地下咁樣啊。有啲喺咖啡店，即係瑟縮一角喺度，好似曬太陽咁。如果深入去了解，好多係失業啦，即係冇家人嘅啦，冇屋企嘅，窮嘅，有病嘅，精神好似有啲問題嗰啲啊，即係長期都冇人照顧，有困難冇人幫。
耶穌都想我哋知道福音，佢哋都有份嘅。呢啲人都有名嘅喎。如果你行埋去吓，即係問下佢啊，你叫咩名啊？佢答到你，佢有名嘅嘛，好似拉撒路咁。神都紀念佢哋。有啲嘢係咪我哋都可以去做，或者應該做嘅咧？今年有人邀請我同師母去 Food Bank 嗰度做義工啊，去派啲蔬菜、生果啊、薯仔、香蕉啊，有麵包、有罐頭啊。我哋去過，感覺幾好喎，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嘅社區嘅服侍啊。每逢星期二下晝啊，我哋即係攬住嚟圍裙嘅要啊，戴個手套，即係有人嚟，我哋就將啲食物咧，即係派俾佢哋嚇。見到好多唔同膚色嘅人，有啲係年老，有啲係坐輪椅，有啲嘅女人帶住個小朋友，有啲我唔想叫佢做難民啦嚇，即係但係你睇得出係第二個國家嚟，而且係生活好困難嘅人。佢哋排住隊嘅，即係攞籌一個跟一個咁樣嚟啊。一個下晝我哋大概派到150份。我哋做嘅嘢其實好少啊，但係的確又好有意思啊。個機構係一對嘅本地嘅基督徒嘅夫婦開嘅，佢哋就希望透過咁樣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啦，亦都讓受助嘅人感受到耶穌嘅愛，嚟多咗就體會到原來佢哋係出自基督，係福音裏邊叫佢哋咁樣去服侍啊。真嘅基督徒或者教會，如果資源充足，應該多去做一啲社區嘅服侍啊。仲要有啲創意嘅，用唔同嘅方法去接觸到唔同嘅群體對象，先至實踐到耶穌嘅教導。用啲金錢去結交窮嘅人，同佢哋做朋友。當然好想嘅就真係能夠同佢哋傳福音啦，分享到神嘅愛啊，甚至有啲去到更遠嘅地方去宣教。因為耶穌已經去講咗，從此神國嘅福音要傳開了，係需要眼光睇得更加遠，宣教更加係要用錢嘅一啲嘅行動。大家應該都知啊。9月中嘅時候咧，我收到一個 WhatsApp 啊，咁係一個以前我嘅團友啦，我係導師，佢係我嘅團友，去咗美國啊，即係20幾年噶啦吓，讀完書就過咗去嗰邊20幾年啦。佢 WhatsApp 我好短嘅啫吓，我今年再去短宣，請為我代禱，就係咁多啦。佢第二次去嘅吓，咁另外咧附咗一份嘅即係分享嘅文章啦，同埋代禱事項。個弟兄去嘅地方咧係高風險嘅，意思係咧唔可以公開即係公眾咁去傳福音。佢哋入境嘅簽證係呢個自願嘅團體去做啲嘅服務嘅啫，所以佢哋咧唔可以明刀明槍去同人講福音。每次去只係做少少嘅服務，幫助啲服務嘅對象，同佢哋建立到關係之後一段時間又再翻去嘅，所以個成果係好慢嘅，但係個成本咧好高嘅。佢哋10日嘅行程，每一個參加嘅費用係美金3500蚊，即係港紙27000蚊。佢仲翻緊工嘅喎吓，要攞假10日，都係成本嚟嘅。成本咁高，但我弟兄同我分享嘅時候，佢係好期待今年再去。今個星期佢哋啱啱出發，而家仲喺當地啊。佢有 WhatsApp 我，佢話嗰度落緊雪啦，希望唔會影響佢哋啲交通啊。傳福音嘅工作唔可以用成本效益去計。耶穌教導我哋，而個弟兄亦都做緊嘅，就係用金錢去換取關係，係幫助有需要嘅人，去將福音傳播俾佢哋，讓佢哋認識神，而佢哋將來得到嘅回報先至係最大，而且神係喜悅嘅。記唔記得失羊，即係失嘅比喻裏邊啊？個牧羊人揾到隻羊好開心，個富人揾到塊錢好開心，
耶穌就講咗，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歡喜。盼望拉撒路財主同拉撒路嘅比喻提醒我哋啊，慷慨一啲，慷慨一啲，去幫助有需要嘅人，亦鼓勵我哋積極去傳福音。我哋未必有5個弟兄啊，但我哋總有我哋嘅家人啦、朋友啦。我哋都要把握時間，把握機會同佢哋傳福音，免得可以財主最後係後悔。聖誕節就到噶咯喎，如果數下，可能2個月啊，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分享愛啦，去講耶穌降生嘅故事。會唔會我哋都趁到呢啲機會慷慨一啲，就要動動腦筋去諗下一啲嘅社區嘅服侍，或者一啲嘅聚會，俾我哋所愛嘅人參加，同佢哋分享福音。信耶穌係講個心。當我哋願意付出金錢啦，付出愛，人係會感受到。願神激勵我哋，既然相信有永生，我哋就唔好淨係坐喺度，我哋要為永生去做一啲嘢，能夠永神益人。我哋祈禱，祈禱嘅時候，請你安靜思考少少嘢。今日你人生生命之中最重要嘅係咩啊？你自己、你嘅家庭、工作、前途，定係耶穌嘅福音永恆？今日如果你離開世界，進入天國，去到天父面前，你係咪都已經感到完成咗天國嘅使命？還是有啲嘢你都會覺得係遺憾、後悔？今日神仍然俾你有生命，神想你為個福音點樣去努力呢？我哋同心禱告，我哋天上嘅父，你係慈愛嘅主，我哋感謝讚美你。你係天上永恆嘅主，你讓我哋認識、相信耶穌，得到豐盛嘅人生、永遠嘅生命。願我哋明白你對世人嘅愛，耶穌嘅謙卑降生、捨命，打開咗天國嘅門，讓人可以進去。求你使用我哋嘅生命，努力嘅傳揚天國嘅福音，讓我哋嘅家人、朋友、認識嘅人，甚至唔認識嘅人，有機會認識主耶穌，得到永生嘅福樂。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